收听4月28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34章，审判或怜悯就来祷告吧。不论是体会到那审判的感受，或者是事实，或者正在那需要被怜悯或怜悯人的时候，就来祷告吧。祷告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以他那超乎人所想象的公义信实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段路，特别是苦难的道路。在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但是上主还在等待，他等着要施恩给你们，他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他的人多么幸福啊！信靠他的人多么幸福啊！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但是信靠上帝的约伯感受幸福吗？他感受到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吗？在这里，今天的经文就讲到一位感受到没有被公义来对待的人，他对上帝发出了疑问，好像这个小女孩她问她爸爸的问题。一位小女孩问她工作得很辛苦，每一天好像都非常的辛苦的父母亲，她问她的爸爸说，你每一天都已经辛苦的工作，为什么不好好的休息，多睡一点，还要和妈妈那么一大早那么辛苦的就去到莱阿恒去祷告。这父亲听了小孩的疑问，也很真诚的回应了小孩所说的话。他说，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很辛苦，才要去那里祷告，让我们的心有力量。人所知所能所在，不论是那表面或是人的心里面，我们真的都不如上帝的全面。在那受苦当中，人的心想的是远离那受苦，还是在那受苦中仍然经历到上帝的能力、智慧、方向与我们同在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以利户尝试要回答上帝是否不公不义的对待约伯。在这里，以利户一开始就说到，你们有智慧的人请听我的话，你们有知识的人请侧耳听我。他说到耳朵会辨别这个人的话语，像舌头品尝食物。是不是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己判断，善恶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呢？然后他引用了约伯说他自己正直，而是上帝剥夺了他申辩的机会。约伯问上帝说，我怎能撒谎承认自己有错呢？他表达他自己，我无辜，但是我却受了致命的伤害。对以利户来说以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就字面上来理解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以利户是不是和他3位朋友画上等号，也在用约伯有罪来决定这就是来成为一个前提来讨论这段话语。但是我的观点，我认为是他引用了约伯的话，想要试着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小心，我们最后会自我中心，自以为意。当人遇到那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坏人没有受到惩处，反倒是义人去受到不义的对待？在这里，以利户的回应是讲说，你们见过像约伯这样的人吗？他根本不尊敬上帝，他喜欢跟邪恶人来往，他跟坏人结伙。因为如果我们只读前面就有点断章取义，因为他说顺从上帝的旨意对人有什么好处呢？是这样吗？其实以利户他的说法是一直在引用一段话，引用约伯说过的话，或是他们对话中他听到的话，然后他再去做回应。
而不是他指约伯就是直接是这样哦。所以他说啊，你们这些贤明人，也就是今天的听众，请听我说，上帝会作恶吗？全能者会不公平吗？他按照人的行为施报应，按照人所应得的待他。然后叭叭叭讲到最后，就讲到说，如果上帝真的要不公不义的话，他就随随便便的就取走你的呼吸，随随便便的就消灭你，让你突然就断了一只手一只脚，这样子你才能说上帝不公不义，不是吗？然而你若贤明，请听我说。哇，这以利户很会说话哦。他说啊，如果你是贤明者，你就会听我说话，所以我们好像都必须要听他说话哦。他又说，你若贤明，请听，而且要细心的听。你要谴责公义的上帝，然后我们以为上帝他厌恶公道吗？在这里讲到，好像上帝如果就人自己的观察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切的归因都归因到上帝的身上，然后就决定上帝公义或不公义的话，其实以利户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有讲到，其实人的公义跟人的不义都不会影响上帝。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这也是我们在圣经共读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读的这本书里面有说到的。他说到，当约伯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或许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到，如果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影响上帝，上帝不才是能够公义的去审判每一个人的那位上帝吗？所以其实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以利户他其实是一直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方式来回答约伯的问题。他认为人既然行善跟作恶都对上帝没有影响的话，上帝才能够客观的观察世人并施行审判。实际上以利户认为人所做的善事或恶行影响到的是身边是其他的人，而我们的确也在很多的时候看到，特别最近很多的人他们因为行恶而受苦，但是却不一定愿意改变悔改转向神哦。特别是像一些诈骗啊，这边骗不到就去骗那边，好像变成了一种游戏，甚至变成一种生活娱乐或是事业。其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不会因为人的不义而有任何的改变。然而人真的是很有限，因为我们所能够计较的，所能够看到观看的，所能够鉴察的，不过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而已。然而在那个往后的世世代代当中，上帝却仍然掌权，他仍然是以公义来治理，来设理整个世界。如同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个 RPG 祷告的经文，以赛亚书30章18节，会不会其实是上主他在等待，他在等待要施恩给信靠他的人。刚刚我说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我参加亲人的告别式的时候，听见了我祖先的故事。我的祖先在厦门这个地方，那个时代非常的清苦，大概是20世纪初吧。然后我的这个2位阿祖，他们很辛苦的工作，那个年代穷人很多，但是他们有一个习惯，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都会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去到一个叫莱阿恒的地方祷告。去到那个地方祷告，在我阿嬷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他问他的爸爸说，你每天辛苦的工作，明明就可以睡久一点，为什么要天未亮就和妈妈一起去到莱阿恒去祷告？那时候阿祖非常真诚的回答阿嬷的问题，他说就是因为日子较歹过，所以要去那祈祷，让我们的心有力量，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很辛苦，去到那里的祷告，让我们的心里有力量，能够继续面对今天。在人看来，阿祖在受苦，甚至我的阿嬷，因为后来阿祖他们
在当时医疗不是很发达的时候，也因为后来生病，好像是这个肺病而过世，对我的阿嬷很大的冲击。两个人遐尼虔诚来敬拜上帝，但是怎么结果是这样？所以当后来阿嬷在台湾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去教会，也没有接触这个信仰。但是上帝的心意总是超过人的所求所想。多年后，因为我一个亲戚受洗的关系，他向全家人一直努力的传福音。后来阿嬷信主了，在他中年晚年的岁月，每一天早上睡前，就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为每一个孩子、孙子、亲戚提名祷告。人真的很有限，但是拉长到永恒的时间来看，上帝却是那位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成人的上帝。但是我们仍然面对还有人没有得救以及远离公义的环境，不是吗？那在当下现在的我们，愿意做的事，愿意说的事，愿意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爱我们的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审判还未来到，因为你的怜悯仍在持续。你给我们有机会回转向你，你也给我们有机会活得像你。谢谢你透过历世历代相信你的人成为美好的见证，持续的将你那美好的心意，在那即使人看来不公义苦难的环境，仍然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你的怜悯。甚至我们当时不明白，但有一天我们真的会明白。主啊，这样的话可能不适用在别人的身上，而是在正在经历苦难的人，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主啊，恳求主你也保守带领，让我们在面对这看来是远离公义的环境，看来是远离公义的世界，恳求主你赏赐执政掌权者，也赏赐每一个相信敬畏你的人，从我们自己开始活出你的心意，帮助我们不论是面对看似审判的情况，或是怜悯的情况，主，我们都活出你的心意，成为那个能够被怜悯以及怜悯人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那一人得救，全家信主，经历恩典、福气以及上帝公义的应许，要临到今天收听迦南之声的你。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